当节目开始进前，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，甲大家讲：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，有一个留言连结，请你着5星评价。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，你嘛会当互我抖内，请我食一顿碗粿。所会讲的，Song Podcast。台湾人讲的《聊斋》，有情的妖狐鬼怪，所以讲互你了解。本节目由Song Podcast 独立制作。第12卷第35篇，李尚仙。李尚仙是寿光县的一个著名的人。伊这前世啊，是一座寺庙的火头神啊，无破病就死，所以这灵魂离体了后，游动在外，这栖息当一个牌坊顶面啊。伊对这个牌坊顶面啊，往下骹看，看这来往的行人，这头壳顶啊，拢浮出火光啊，迄是体内阳气，所以啊，有个人哦，无爱互打这个肩胛头。这人哦，有这三味灯火安尼啦吼，到了暗时啦吼，想到这个牌坊顶悬啊，袂当救机啊，吼，袂当一直住伫遐啦，孤魂野鬼啊，一箍仔箭头会徛伫遐啦吼。这下面这触角相连呐，一片乌昏啊，也毋知影要去倒位啦。敢若一间灯火通明，这灵魂哦，就飘动过啊。入了家门，变做一个红鞋啊！因老母甲饲啊，看到这林接啊，看到灵啊，会惊啦。毋过巴肚出枵的吼，枵甲挡袂牢，枵过机啊，敢若目睭刻刻啦，勉强甲漱两喙啊啦。过了3个月，就无过见呢啊啦，搁甲饲，伊就吼，伊就闹安尼啦吼。所以因老母就无法度啊，摕这米汁啊，掺着这个这个蜡子啦，来甲饲安尼啦，才慢慢大汉。这就是李尚仙。这李尚仙细汉的时阵，到了一座寺庙，看见内底的和尚啊，逐个都会当叫出因的名。只是讲这个人到老拢足惊爱啉着牛奶的。即若安尼看起来这算食全素的，这毋是蛋奶素啊。这蒲公公啊这向仙学问渊博，是山东的名士，囝早贵，家己咧到老拢是秀才。这是毋是这佛家咧讲的收费无收福的因这小弟啊嘛是名士，毋过小可带着正头，这有成几个月啊会来一道。这冲崩的时阵雄雄起来无过人客有伫的啦，家己就当外口当发入门啦。伊这奴婢全部都会走去秘啦，互伊安尼即时克制，无入去房间佫会当去见人客。这兄弟啊两个人拢是足奇怪的人。